后来乡亲咱回头来看，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的边仔发生严重的车祸，有3个人死亡，其中2个死者是三峡高中的女学生，小小的年纪无辜枉去死。有真侪民众提花、提洗手啊、提红啊、提饮料，到发生事故的地点，表示唔甘甲悼念。 最美满的花、四手花摆满伫咧事故的现场，各国中心斟酌整理，扣整齐，同学拢正相批，为罹难的同学拢来哀悼。昨日下晡，新北市三峡北大国小头前发生严重的死伤车祸了后，都有真侪民众来到遮放花蕊含四手花来甲因悼念。 当上囡仔家属哪行哪哭，大声叫宝贝。搁早查某囝的衫回到事故路口，化工紧转来病院治疗，因为查某囝叫弄甲着重伤。这几天是关键期，希望囡仔爱赶紧清醒起来。主要发起这个活动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让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三峡车祸的一个很小的举动。 那我不知道隔天就是会突然送这么多零食。有人透过网络发起哀悼活动，为昨开始，规草坡拢放满10多岁查某学生正介意食的四手花，佮有生活用品。发起人就讲到，希望伊当安打做生的心，无烦无恼，无挂念，行会开卡。 其中梁书衫互各界看甲片头酸酸，斟酌看顶面用写卡片写两位学妹，学者知影恁穿的衫裤垃圾爱换，买梁书新的互恁换，爱做一个清清气气的天使，写的每一字每一句，互大家拢看甲真唔甘。 搁跟仔出现有罹难查某学生的家属，投的卡片写阮永远为你感觉公平，超级爱你，签名阿爸阿妈。这件严重死伤车祸是大丧是小，互侪侪网友看甲流目屎。我们昨天已经有针对全校的老师跟全校的学生做好心灵辅导跟心理建设。那当然针对这些受伤的班级的几个班级的学生，辅导处当然会在入班再进行个别的辅导。不过，扣拢是唔拿处理亲人艰苦相比，各界嘛拢真痛心。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